行政長官李家超早上主持香港5年規劃諮詢會，就北部都會區大學城建設聽取專上教育代表嘅意見。李家超喺會後話，諮詢喺上星期開展以嚟，政府已經舉辦10多場諮詢會，收到近1000份意見，唔少嘅意見係涉及5年規劃嘅長遠方向，同時亦觸及施政報告嘅年度部署。佢決定下星期一展開施政報告公眾諮詢。香港5年規劃同行政長官嘅施政報告係一脈相承嘅施政文件。5年規劃係前瞻性、策略性同埋方向性嘅指導文件，為未來5年嘅經濟同埋社會發展作出明確嘅方向。施政報告係每年嘅施政部署，訂立多項具體性嘅指標，去回應5年規劃嘅要求同埋方向，匯報落實嘅進度，並且按年嘅實際情況，因時制宜推出政策措施。因為5年規劃同施政報告關係密切，喺過去5年規劃嘅諮詢會裏邊，我哋聽意見嘅時候，有市民表示佢嘅意見同時適用於香港5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，因此為咗方便市民，我哋會喺餘下嘅諮詢會同時收集5年規劃同埋2026年施政報告嘅意見，去減省市民嘅時間。李家超話，無論市民就2個主題分別提交意見定係一併提供，政府都會整理同分析，適當咁歸納。佢同團隊將會出席線上線下諮詢會，亦都會走進社區聽取包括業界代表、地區組織、政黨同市民嘅意見。高教界代表就認同大學城規劃方向。以前就係淨係講大學城教育科技兩個大元素啦，而家將產業、將人才同埋將一個城市嘅基本元素啊，可以俾到即係我哋做一個共融嘅城市啊，宜居嘅城市嘅元素，加埋喺大學城咧，而將個地理個面積由100公頃咧概念上增加到1000公頃。咁呢個係好突破性嘅。過去我哋香港其實喺科技發展嗰度咧，好缺乏一樣嘢咧，其中一樣就係土地。土地除咗俾我哋起研究室、實驗室之外咧，亦都係有吸引好多人才嚟香港居住啦。我哋留學香港學生都要宿舍，而亦都好多創科企業等等嚟到香港咧，其實都係要地方係去有辦事處嘅。咁今次咧，其實北都咧解決咗香港我哋過去嘅短板。教資會表示會繼續擔當政府同院校嘅橋梁角色，帶領大學配合完成香港首份5年規劃，落實大學城建設。香港電台記者李建欣報導。